谢上帝的恩典，让台南慈学院从1869年到如今已经有超过150年的历史。这当中也培养出很多上帝的工人，在四处来牧养工作，得到教会内弟兄姐妹的奉献、代祷以及关怀，真的是在这里代表学校再次的向各位献上深深的敬意。学校当中的经费其实有65%都是出自于教会弟兄姐妹爱的行动，就是这一份奉献。我们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幸福，因为有大家共同的扶持，让学校可以持续的这样子的事工。我们现在一起来感谢，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你的爱，也愿意分享给需要的人。因着你无限的爱，我们让教会、学校还有各个肢体都能得着力量。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看看这张照片有没有找出什么亮点？在左边呢是我的学弟跟他的太太，他们的身高差了33公分。巧合的是，我跟我的男朋友差33公分。所以这是我们的亮点之一。可是呢，这也就是现在所谓的身高蒙差。可是困扰的是，他们两个走在校园的时候，常常就会被问到，怎么没有看到佩慈跟悠悠？他们都会很无辜，而且很无奈的说，走在后面，因为被挡住。男生的一大步，男生的一小步，其实是我们的一大步。那男生的一大步，我们就要走2、3步。所以这也会造成我们在互相的调整。那弟兄姐妹会想到，如果是一样高，是不是比较没有困扰？其实不完全是如此，因为学校里面有另外一对，他们就一样高。但是女生走路的速度非常的快，男生相对的就慢。他们调整的方式刚好跟我们相反，女生要慢一点，男生要快一点。为什么我们都愿意互相的等待调整？是因为我们同心，要同心才能同行。就像圣经上说的，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们与上帝的约定也是如此。我们若没有与神同心，怎么跟神同行呢？我上一间实习的教会是在离港，其实在高速公路上大概需要30分钟的时间，可是这个速度是我的困扰之一。纵使我的路考、笔试都100分，我也很会倒车入库，我也很会路边停车，但是我开车的速度真的很像在逛街，有时候比机车还慢，所以我应该是号称马路的4吧。这就是我的困扰。我每次要出发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男朋友就会不断的叮咛交代，你要时速超过100，你要变换车道。不然就会被逼车，所以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很紧张，我时时刻刻要看着我的仪表板，我有没有超过100。可是我好不容易已经达到100的时候，我就要下交流道。下去之后呢，到离港教会的这一段路中间，竟然有一个速限是50。原本100，习惯100的我，一下子要变换成50，龟速的我竟然会超速。其实让我很意外，所以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神要我们用100的速度去关怀我们身边立马需要关怀的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用100的速度，还是维持老我用我习惯逛街的速度只是50，不想被改变，维持着原来的我，还是说我们愿意调整，听神的声音，让他来带领着我们呢？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很久很久，都似乎事情没有成就，甚至我们会怀疑神是不是没有在听我们的祷告。这个时候，我们忍不住的想，上帝的速度是不是只有5公里？那么5公里的上帝，他到底要我们学习什么？以去离港的这个距离来讲，原本30分钟，如果只有15公里，就要变成是10个小时才能到达。那么这10个小时，我可以学习到什么？我可以看到什么呢？我是不是有可能会看到旗山？我
是不是有可能在路上会看到义大，甚至是月世界，看到那个很特别的一个地质环境的中央隧道，看到人为的这个伟大，还有看到大自然的一个状态，甚至是可以看到斜张桥这么的壮观，高屏溪这样子宽广，它连接着高雄跟屏东。我是不是可以透过这10个小时，可以看到这一个日光的变化、光线的变化、温度，甚至是从日出走到日落的时候，我可以感受到原来这微微的风跟热热的太阳这一些不一样神带来的大自然。在10个小时之内，我可以感受什么？我可以学习什么？其实在这10个小时之内，神要我们用这么慢的速度，是要培养我们的耐心，也要培养我们对他的信心。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甚至是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不再将自己的想要放在神预定的时间前面，而不断的催促着神跟着我们的速度。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有一位神学家叫潘霍华，他说过一句话：上帝他不会让我们走在他不曾走过的道路上，这是他经历过的，这也是我们可以经历的。与神同行，行这个在华语其实也可以念作行，行就是与神同行的人，我们在想应该就是牧师或传道人。可是呢，在我们的职业类别来看，它却是法师、道士、比丘尼、僧人跟我们的传道者其实是同一个工作类别。在去年的11月份，我们的宗教学课程当中，老师给我们的功课是我们去拜访其他宗教的一个期中报告。我们选择了去拜访一个排湾族的女巫。但是其实过程当中，在接洽的过程不是非常的顺畅，他有一些恐慌，因为他不知道我们要去挑战他，还是真的要去访问他，所以我们的回复很慢。直到要到达的，直到预定的那一天，其实我们到他部落门口的时候，他还是没有接电话。我们其实有一些担忧，想说，是不是这个行程就泡汤了？那怎么办？我们就要第二个方案就要产生。可是奇妙的是，借由我们祷告之后，他接电话了，他就说好，欢迎你们。那当然，他看到了我的同学，我们4个同学一起去，他看到了接洽的排湾族的同学，他觉得很有亲切感。另外一个女生是阿美族的，他也觉得在隔壁而已。另外一个泰雅族就是我男朋友，他觉得这也是同族的。另外我要介绍的时候，我就说我是，他说你是白浪。这个时候我就没有说话了。但是呢，我这女生的同学，她就说她即将成为泰雅族的媳妇，顿时她的那个警戒心跟笑脸就发出来了。于是我就觉得，原来没有关系就是要拉关系。所以在这当中，我们也看到，在整个访问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顺畅。过程当中有2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惊讶也很有趣。其实在5年前，他还是一个天主教徒。如今他是在部落当中为很多的婚丧喜庆或者不顺利，甚至有困境，连生孩子这些诸如此类的事情，他都可以为他们来祝福祷告。那另外一件事情，我就很好奇，我问他：那你是不是也可以感受到某一些事情会发生？他说是。那我说：那你怎么做？他说：我不敢问，因为我怕祖灵告诉我的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就选择不问，默默的就让事情发生。这样，在回程的路上，我就跟我的同学分享，其实基督徒也有不敢问的时候，他们就很惊讶，为什么？我们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求问吗？我说没有错，但是如果问了，就要去做，否则心里其实是很忐忑的。所以干脆选择不要问，就像我就选择不要问我要不要读神学院这一件事。大家看我就知道，其实我是一个成熟的熟女，有一些社会工作经验，
所以要成为传道人这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我就要相当的慎重。我不清楚这是人在呼召我，还是我自己呼召我自己，或者真的是出于神。我要很多次的确认。在2年前，我带母会的主日学学生去参加美碧谷的冬令营的时候，其实每一次在营会的最后一天，牧师他都会做一个呼召，他会呼召学生跟老师。在当天，我母会的神学生就一早就告诉我，问我一件事：优成，你要不要读神学院？我说太可怕了，你在今天问我这一件事。那我就说不要讲，嘘，不要讲。营会中，安顺的陈牧师、陈清修牧师，他就做呼召，他说要成为传道人的，要成为主日学老师的，要成为大老板的，请到台前，他为他们祝福。这个时候，我的头脑想的是大老板，我的心里想的是成为传道人，两相挣扎之下，我不敢向前，于是我就默默的等待时间过去。营会结束的时候，陈牧师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我有个想法，我想要请他为我祷告。我想要成为大老板，一心想要成为大老板，然后我会奉献，我会支持传道的事工。我就说牧师，他回过头说：“哦，你要去读神学院了吗？”我的反应跟大家一样，笑得很大声。我说：“我是想要成为大老板呢。”他说：“回去祷告吧。”这一次我乖乖的顺服回来祷告。祷告的回应就是大家看到站在这里的我。我们的神是会给答案的神，而且他给我们的答案都让我们非常的平安，而且他会依照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理解的方式给我们答案。所以我现在跟那个女巫其实也是同行，我们不一样的是，我可以感受到的是那一份的平安，而他却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只能选择躲避跟隐藏。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想，那像今天的经文就有说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其实如果这样子看来，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还有上帝，其实都是做同行的。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传福音。我们也会常常在想，其实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我们甚至没有受过什么神学的装备，我们如何可以去传福音？这些工作就交给专业的人就好了，我们不配。可是我们也再试着想想，为什么上帝要我们跟他一起同工来传福音？所以他爱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他爱他的子民都认识他。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传福音，让那些在外面流浪的人可以再次的回来，他可以感受到那一份的爱。而且我们如果可以体会到上帝对我们的那一份焦急的那一份期盼，他像一个父亲浪子回头的那个父亲一样，在那边引颈期盼他的孩子回来的时候，相信我们可以理解上帝的心情为什么是如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耶稣愿意为了我们在十架上的牺牲，我们更能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为了福音来牺牲。这一些都是出于上帝的怜悯跟爱。现在我们富强教会正在推动的是幸福小组，其实这是集合众人的服事力量，互相的帮补，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传福音。每个人站在不同的位置，利用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有些人擅长招待，有些人擅长服侍，有些人擅长教导，甚至有些人很会准备礼物，甚至是做食物。我们在这样子一个团体的氛围当中，其实我们一起来同工。当然我们多多少少也会遇到不顺畅不如意的时候，特别是遇到沮丧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团契小组的力量，互相的扶持，互相的鼓励，我们可以再进步。我们也看到了，在去年12月的时候，在富强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看到了40几个受洗的果子。如果没有这些同工的努力，我们如何可以结出受洗的果子呢？当然，也有某一些
比较不习惯这种方式的朋友，我们一样可以用以往我们习惯的方式，就是电话关怀，或者是去拜访这样子。就像我们像我在做监狱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同工他就分享说，在韩国的教会他们很复兴，我说的韩国教会是一般正常的，不是那个特殊的那一种哈。他们传福音其实是很迫切的。那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迫切？是因为他们想要赢得很多的灵魂，所以他们就愿意一直不断的去做这一件事工。那有一位长辈一直很拒绝福音，所以去传福音的人都一直被他打败。后来有一位年轻人，他就自愿的说：“那我去好了。”他去，叮咚，里面问说谁？他就说：“哦，我是教会的年轻人，我想要邀请你来到教会。”门打开了，一桶水泼出来了，他全身湿哒哒的，然后他就对这个长辈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啪，门关起来。第二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这个年轻人还是去了，叮咚，里面还是问谁啊？他说：“我是教会的青年，我来邀请你来到教会。”门还是有打开，这一次换的是扫把出来了，他就被打。打完之后，他一样微笑的就对这一位长辈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啪，门又关起来。第三个礼拜同一个时间，这个年轻人又去了，可是这一次他聪明了，他有做万全的准备，他戴上安全帽，穿上雨衣，做了万全的准备之后，当然一样被打，被泼水。可是他同样的那一句话就是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也因为这样子，他不断的重复这样子。我们可以猜看看他重复几次吗？他重复了13次。最后这位长辈衣装笔挺的等着他开门，他就说：“今天我跟你去教会，因为我要看看你的上帝，你的耶稣是怎么样的神，为什么可以让你打不怕，也泼水泼不熄你的热情。”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想，我们要赢得这个灵魂，是需要脸皮很厚，需要被打，有可能也常常会被拒绝，其实也会受伤的。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互相的激励。我们知道，在这个激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得着力量。就很像电动车，其实它有2颗电池，一颗就是我们每一天在按照我们的读经计划表在读经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另外一颗的电池，其实就是来自于我们团契小组的一个连结力跟鼓励。我们每当在传福音的遭受到困难或者是阻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最近的这个充电站来换100%的电池。就像我们在周间的聚会一样，我们就可以寻求我们区长或者是小组长的鼓励，甚至借由这个聚会，我们重新得力再出发。那在保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全身休息，然后调整，为了继续前进。就好像我们周日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聚集，领受神的大能，让我们重新得力，也可以得到安息，是因为我们在神的殿宇中得到神亲自的安慰，还有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安稳的休息。今天的经文在1月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有背过了。弥迦这一个名字其实有2个意思，分别就是谁能像上帝，还有谁能像上帝的爱那么深。这位先知他所处的背景是在主前8世纪，其实在当时的世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世纪，也是亚述帝国他要灭亡北以色列的时候。一个国家会被灭亡，其实不单单是势力单薄，或者是国势很衰弱，其实是整个社会现象结构发生的。在这中间，其实有许多新兴的城市来发生，也有富有的阶级，还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来产生。但是也因为有富有的这个阶级，有钱人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他就来欺压，甚至来辖制穷人。他甚至也
侵犯到了祭司还有官员的身上。也透过这样子，神来借由先知弥迦来告诉，将警告、将审判、将祝福的应许，透过弥迦这位先知要来警告这些的百姓。神为的是要让他的百姓再一次回到他的身边，与他同行。我们也看到在圣经当中，以诺是第一个被描述与神同行的人。他与神同行300年，他并不是躲在自己的血槽当中，自己像修道士的生活这样子，他仍然是在这个不敬虔的时代当中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一样的生儿养女。当然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必须要更持守跟神之间的关系，与神相约的那个关系。在这一章的表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以诺他是这个家族当中生命最短的，可是他是与神同行最长的。就像我们一生的岁月，我们只有短短的一生，我们的一年有365天，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每天都跟神同行？就很像我们的周报当中说的，我们要活出爱，还有我们要传福音。其实在活出爱跟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健康的教会还有实践主命就已经在进行当中了。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